大家好啊，我係口水味啊，哇好耐冇見，有冇掛住我咧？如果掛住我嘅，我諗冇嘅啦，就不妨俾個 like 啦。今日想講係乜嘢咧？就係講2025年4月啊，投資買咩好？喺度講下自己先，但我就唔係乜嘢投資背景嘅。不過咧，即係憑住即係自己好命水啊，即係好彩啦。嗱，我都係即係公屋女啊，公屋出世嘅，即係憑住自己即係好命啊，但係個好老公啦。咁咧，我喺30零歲咧就已經財務自由㗎啦，都係幾年前嘅事嚟嘅啫。咁睇下有冇啲投資心得咧，可以分享俾大家。如果大家有興趣嘅，不妨即係太細啦個 channel，不妨 subscribe like 冇得留言啊，冇得留言啊。即係有機會咧，我會分享下咧，即係我自己即係呢期啦，唔好講以前係有咩投資心得嘅。咁咧，首先講咧，嗱，即係唔即係第一就好彩可以提早啊，叫做即係唔使撈啦即係自己揾啊自己食有人養少少啦咁咧好多時候咧就唔係乜嘢，即係咩機智啊，咩聰明才智，一定係有運氣成分，同時亦都係從失敗中學習。所以如果你係20零歲或者20歲出頭咧，你真係要即係得閒聽下啦，聽下阿姨講嘢啦咁睇下點樣，即係可以喺一個即係唔識嘢嘅情況底下，又唔好成日淨係睇 TVB 嗰啲投資節目嘅情況底下咧，即係聽下別人嘅失敗經驗，一定好過聽別人嘅成功經驗。你睇下而家樓市去到咁嘅樣，你就知道啦。當年買咗樓嗰間廿冇同你講一定要買當年睇準啲咩時機。我覺得應該調翻轉，你要睇一啲失敗過嘅人喺失敗嘅時候咧，即係點樣即係唔係話撈底啊？點樣冇事啊？冇講話贏大錢，點樣冇事先至我覺得有用嘅。呢我喺度介紹下個頻道啦。其實咧，主要嚟講咧，我係想講香港嘅3個禍害。第一，的士司機；第二，一啲低中人工嘅公務員。我唔係講啲官啊，留啲我唔係好想講啲官，講啲官大家人都講，不如講下一啲即係話到仆街嘅公務員點樣去用我哋嘅稅金做嘢第三樣咧就係講香港嘅人口老化問題，或者調翻轉講就係廢老問題咁點樣影響我哋嘅下一代？點樣蠶食我哋交出嚟嘅稅？好，廣告時間，但係咪廣告時間完畢？如果你中意，即係 like 同 subscribe，我會拍第4條。呢一條係我第3條嘅片。咁樣未講買乜嘢咧，我覺得大家要問下自己，你而家揸住嘅現金水平有幾多？我自己嘅現金水平係近乎零嘅，因為我大部分嘅錢咧都去即係好耐之前買咗呢個中短期、短期3年之內嘅美國國債。留意，如果你用 YouTube 揾美國國債，你揾到好多叫你買美國國債呢啲嘢，唔好買啦，有手續費嘅。你應該咧就自己去撳去買嗰樣嘢叫 T 標。我唔會教你乜四圍都揾得到嘅可以嘅，開一個證券戶口，買到債券嘅證券戶口。咁當然啦，如果係中資，我唔知富途牛牛買唔買到，即係我唔知咩老虎證券即係嗰啲咩話咩鬼即係申請咗又冇嘢冇獎勵俾翻我，只係仆街嚟嘅。佢唔知話乜鬼長橋嗰啲咧，屌你長橋一仆街，即係話即係如果你入邊啲人咧，即係揾下我搞錯，申請咗冇迎新嘅，即係嚟揾晒鋪啊！唔好申請長橋啦，係呃人嘅嗰個可能係嗰個 KOL 又呃人嘅。講翻淨係最好，我自己覺得最容易最方便一定係 Interactive Brokers，即係人頭證券。如果你要買美國國債。你未講買乜唔好意思，未講買乜，不如講下以前自己有買過咩嘢啦。97咧我就未有咁大1997冇得買沙士我都冇得買嘢即係我唔係一啲，我都未去到你咁廢到掂嘅咁 income，都廢中啦，都到低嘅咁咧，即係買過08海嘯買過 Covid。都舐過好多次嘢，咁依然都冇事，亦都舐過咧，即係地大陸揾鳩你近嗰輪幾多年咧，我都唔記得啦。即係又話入市後尾又自己縮晒嗰啲仆街嘅，係啊，咁咧我都舐過對嘢。咁即係我自己覺得買嘢你好難預嘅，你點估到啫？而今呢個禮拜你點估到特朗普關稅彈出又彈入彈弓收咧？不過我覺得有兩手準備嘅，即係泰山崩於前唔係識個變唔係識個變，係盡量有多兩手準備，同埋唔好一下過咁驚青
走係要走得快，但係又唔好即係唔喺度走鬼晒，係啊，否則你就冇仇報。最大問題就係好多人咧跌市嘅時候咧，即係嗱嗱聲走咗冇仇報啊！樓市咧跌市好漫長，你唔走啊，你睇下幾時死，認真啊，睇下你幾時死。但係股市咧，你睇翻以前嗰啲記錄，其實彈嘅話咧，真係可以好快，所以樓升咧升得長時間，跌又跌得長時間。如果你仲揸住層樓戇鳩鳩諗住收租啦，我諗你真係收埋都唔夠你嘅咩跌幅啊！再加埋而家即係特朗普信任，起碼4年，你捱到4年嘅管理費、地租差餉嘅月息開支咧，你有個租客幫你頂住，你一路跌落去，交幾多租都唔夠你填夠。好，講翻正題。如果你現金水平係100%嘅，你基本上可以唔好擺銀行做定期㗎啦。你買短期幾個月嘅美國國債已經收到4厘，而家3個月國債已經上升到4.1定4.2厘啦。你可以透過認購證券 Interactive Brokers 買，個佣低到咧，真係你不能相信啊！我冇同其他證券行比較，因為其他證券行根本就巧立名目咩免停台費，你個食屎啊！香港你見到喺 TVB 賣廣告嗰扎都係垃圾。即係整個大師兄得 JPG 俾佢啊！我覺得你可以試下買美國國債啊，短期3個月啦，一個月冇仇報啦，係咪？一個月到期即時攞翻本金噶嘛，唔係咁解喎嘛。咁咧，你持有嘅時候咧就暗啲咁買乜嘢咧？你估下買乜嘢？根據過往經驗咧，即係我就唔會買港股噶啦，因為你睇下港股咧，而家由19000咁啊，千九19000升到23000，一日就可以跌翻轉頭。你睇下呢個嗰個叫咩指數啊？我咁興查一查，嗰個係上證指數，因為我都唔會買大陸股票，咁黐鳩線。上證指數即係而家係3200幾點，而家係3200幾點。我想講咧。即係 A 股咧，喺2003年咧打響咗呢個保衛戰嘅，就保衛戰嚟嘅。2003年3000點，2013年都係3000點，2023年即係前年都係3000點。你買一個咧，即係表面上好似 GDP 每年升嘅市場，但係個股市唔會喐，你就知道唔係話佢唔得啊，你就知道入面幾撚多蠱惑嘢。你仲走去睇即係中資股嚟食蕉，即係你短炒可以嘅。但係如果你諗住咧，即係唔使煩，好似我唔得閒去下旅行啊，即係冇聊拍下 YouTube 啊，即係整啲整路唔使受生活咧，你一定唔會買中國股票。只有中國人先會揾中國人笨，我都係中國人啊，我係話下子孫，不過我唔買中國股票。你攞去買賭波賭中國隊輸波，可能賺得仲多嚇，你識笑㗎嚇。好，繼續咁咧，差唔多到尾嘅，因為我仲有每條片都10分鐘嘅啦。如果你話要買啲乜嘢咧，可以考慮下不構成投資建議啊，我都係廿股，諗住咧用一啲即係失敗嘅經驗咧，就同大家溝通下。可以買咧，最簡單就買美股指數 ETF，咁啊大鬼把啦，咁啊究竟買邊隻咧？例如有啲乜嘢咧？例如咧，我見到咧，其實我啱啱我自己咧中意用 AI Copilot 嘅，即係列表轉入喺個圖度，set 個圖俾你睇啊。例如咧，Vanguard 就比較平嘅手續費，就 VOO 啦，最終 S&P 500啦。如果你想追蹤 S&P 500，可以 VOO 啦，SPY 同埋 Investofolio 就 RSP。咁你自己查下邊隻市值大啲啦。咁如果你用 Nasdaq 100咧，其實講 Vanguard 有嘅 AI call 唔到出嚟啊，係啊。咁啊，例如有 QQQ 啦。咁如果你想S&P 500入面嘅 growth bond market 唔會買 bond market 對買 bond 唔會買 BND 嘅，首先唔會話 BND 嘅呢個圖，係啊，你可以咧考慮仲有啲乜嘢咧？例如我會買 total stock market，例如 VTI，係啦，咁我覺得咧，你追蹤一啲咧美股指數係會穩陣過追蹤一個即係港股得不得盈富基金或者大陸嘅指數。咁仲有啲乜嘢可以即係大家溝通下咧？其實我都係覺得咧跌市嘅時候咧留有現金好事嚟嘅，但係咧你要分段即係入市啊，就唔好一次過100%塞晒落去。例如你諗下你可以捱到幾耐嘅即係我試下講下我自己啦。我而家大約有1/3咧係 V 字頭嘅 ETF，另外咧有2/3咧大部分啦都係美國短期債券，一年就會到期。咁我就定時定候咧，即係佢跌得勁，我就將啲債沽出嚟，再買入呢啲美國指數 ETF，係啦。咁若然咧，我計個數啦，如果1年後依然都係呢啲咁嘅即係戇鳩鳩嘅低位嘅，其實都唔係低位嘅即係唔算低位，即係仲係比較平嘅話咧，我就會開始動用孖展。
係啦，即係就借錢去買貨。咁呢啲當然啦，而家息貴其實就唔係好抵嘅，不過咪又睇下點啊。我希望咧，即係我啲咁嘅即係難過嘅經驗、啲失敗嘅經驗啊，其實都係即係輸贏啊各參半，都唔係話好精明啊。但係我覺得咧，即係你唔會，即係至少我唔會一輸就輸到撲街，翻唔到轉頭。好多時候咧，即係輸下輸下，冇隻手指嘅啫，就冇成日壯士斷臂，就壯士斷腳，即係冇咗成節嘅。咁啊，希望嗰個即係我嘅失敗經驗可以幫到你。咁啊，好，即係嗱，我哋冇得留言嘅，你可以 like 住呢條片，或者 subscribe 啊、share 嗰啲你中意就做啦。你即係支持咧，會令到我拍第四招。我估咧，我就會開拍呢個的士，因為我自己咧係一個即係差唔多每日啊，唔好話每日咧，我唔使翻工，基本上咧，如果有工作嘅話咧，我就會搭的士來回嘅人。咁我都搭得幾多的士啊？唔算多，係一個月可能幾千蚊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究竟的士啊、Uber 啊點樣搭先平啊？即係我哋唔係話抗拒我哋拒絕佢，我係揀最平嘅。你做唔做啊？你唔做咪你自己走去燙下個撳日日上山頂啦，係啦，即係可以即係溝通下點樣接的士，點樣搭的士可以即係實惠啲啦，或者遇到啲的士司機咁可以點做啦？同埋咧可以講下一啲最中意的士司機，即係咪近啲唔去遠啲唔去嗰啲，其實我冇遇過，因為我搭得都幾咩都牙嘅，係啦，即係唔係。即係我唔係緊急搭的士，我係唔係都搭的士嗰啲嚟嘅。咁啊誒俾個 like 啦嚇，留言就唔好啦嚇，無謂即係有啲負面留言啊，即係我話玻璃心大家都係君子之交淡如水嚇，俾個 like 就夠啦。好，今日到此為止啊，拜拜。